下一首歌曲想要带来一首，哇，这首这个很严重的歌，好像排曲序有点问题哦。下一首歌曲它比较激昂一点点，它叫做《孤岛》哦，在讲的是美丽湾事件哦。那我本身是台东人，我是阿美族，对，然后从小在台南长大，有点害羞，但是呢，我热爱我自己的身份，那我也把我的名字再回复到我原本的族名。我叫做苏瓦纳恩布伊奇拉雅善，对，10个字很难记，记得苏瓦纳，因为这样子才好搜寻粉丝专业。然后为就是我们这些比较低调的幕后工作人员，有更多的战术可以好好的分享音乐给大家。OK， 那下一首歌曲带来这首《孤岛》。那《孤岛》呢，我会跟我的伙伴们一起用更第一步的方式来演唱它，然后用我们最大的精神来表达我们对于这片土地的爱与控诉，送给大家。
先喝水。气泡水。其实需要一支麦克风，他很好笑的。真的需要一支麦克风。好 ，OK。那OK， 刚刚那一首歌曲《孤岛》哦，对。然后现在呢，宋娜要很难能可贵的，就是带来一首歌曲。那这首歌曲是我大概昨天才写的歌哦，然后今天就逼大家就是跟我一起唱。对，它是一首情歌，可是其实说是情歌也不太像哦，因为那个歌词你马上弹错这样，说情歌也不太像，它其实那个歌词写的非常的可怕，对，但是我自己觉得很有感情，就是想说要在这边送给大家哦，它叫做如果，然后我是用中文的方式来写的哦，这是传说中的华语，对，然后想说让大家感受一下，就是当我们人在这样子疫情的期间，可能贫瘠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最深沉的一个感情，一个爱恋，一个存在，它一直都在你身边，然后守候着你。那你会想要无微不至的奉献出去，然后即便你对它有再多的一些不满，然后再多的不爽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用最大的爱，最大的情感，将这一个最美好的，我们由心而发的爱恋送给对方。带来这首歌曲，如果送给大家，谢谢。你沉默不语，是染红的花不对称的焦点，攻进路边的羽翼，唱着跨不过去的门槛，出现的视觉，多少的岁月不曾如此着迷，你匆忙地闯入我的人生，我情不自禁地探索。
幸福的滋味，只为爱情。